大家好，多謝大家再次返嚟 Hindora Living 喜多生活嘅 channel， 我係 Doris， 今次同大家喺大雨中淨化心靈，會係一次10分鐘嘅廣東話引導冥想。而家請你揾一個舒服嘅位置坐低，或者輕輕瞓低都可以。慢慢合上雙眼，喺呢一刻，你唔需要去處理任何事情，唔需要照顧任何人。大約呢10分鐘只屬於你。我哋而家將注意力輕輕帶到你嘅呼吸。吸氣嘅時候，空氣慢慢進入你嘅身體；呼氣嘅時候，感覺身體一點一點放鬆。你可以想像每一次吸氣都帶住清新嘅空氣，每一次呼氣都帶走一啲疲累。如果思緒飄走，冇問題，溫柔咁帶返自己返嚟呼吸。而家我邀請你想像自己企喺一片大自然入面。天空慢慢開始變暗，雲層慢慢聚集，第一滴雨落喺你嘅身上，然後雨勢慢慢加強。呢一場唔係暴風雨，而係一場穩定而又持續嘅大雨。你慢慢發現呢場雨並唔會令人不安，反而係為你帶嚟一種釋放，釋放你內心平時日常感到嘅不安、不適，釋放一切負能量。雨聲包圍住你，就好似全世界都靜咗落嚟咁。而家想像雨水慢慢流過你嘅頭頂，慢慢洗走你腦入面反覆出現嘅念頭，洗走你過度嘅擔心、內疚、責任，一切唔屬於你身體嘅負能量。雨水流過你塊面、頸、膊頭。如果你平時習慣撐住、忍住，而家你可以喺內心入邊同自己講：我可以放低一切啦。雨水再次流過你嘅胸口、心臟，帶走你唔需要嘅情緒。呢啲唔需要嘅情緒就包括委屈、憤怒、失望、疲累。每一滴雨都喺你幫你清理緊唔屬於你嘅重量。如果你心裏面仲有一種情緒，而家你可以容許佢浮現，唔需要改變佢，唔
唔需要分析。想像呢一種情緒就好似雨水包圍，慢慢溶解，慢慢流入大地。大地可以承托一切，你唔再需要自己一個消化啦。而家雨勢開始慢慢變細，空氣變得清新，世界好似被洗乾淨咁，一切負能量都已經清洗乾淨啦。你而家可以接受重新嘅自己。你感覺到內心有一種空間，一種呼吸得到嘅感覺。喺心入面，你可以為自己留一句說話，例如係我已經放低一啲啦，我允許自己重新開始，我值得輕鬆。慢慢，我哋將注意力帶返去呼吸，慢慢呼，慢慢吸，一吸一呼，慢慢享受呼吸。喺呼吸嘅同時，我哋感覺到你嘅身體係被承托、被保護，非常之安全，而且係溫柔嘅感覺。呼吸嘅同時，我哋輕輕喐下我哋10隻手指頭，仲有我哋10隻腳趾頭。一路呼吸嘅同時，當你準備好，就可以慢慢打開你嘅眼睛。記住，每一場雨都係洗滌，而你亦都唔需要等到完全完美先值得平靜㗎。今次喺大雨中洗滌心靈嘅引導冥想亦都完結啦。希望下一次你再嚟到我哋嘅 Indora Living Channel， 同我哋一齊再次練習冥想練習啦。多謝你嘅支持。